一下，这款是16/10的炫彩小八，然后之前的话是因为那个迷你小八的珠子没有了，材料没有了，所以这一批的话我给你们替换了彩珠里面，但是个头就是比较小的珠子，然后重新给你们上架，因为这个款之前卖的也挺好的，然后扣头的版本稍微给你们调过一下了，讲实话就比之前的版本要稍微薄一点，因为现在银价其实是比较贵的，如果还是做以前一模一样的版本的话，就真的还比较贵价一点点，但是比对了一下不是很明显，但说还是跟大家同步一下啊，所以不要有客户收到说跟之前的版本比感觉细了一点，好吧？价格上我也是，这个珠子是可以看得出的品质是比之前的那个要好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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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价格上是不会便宜的，而且银价上面也是不会便宜的，好吧？因为银毕竟都翻了几倍了，就是什么就跟大家说清楚，好吧？但是好看还是一如既往的绝绝子，好吧？就是扣子上也不明显的，稍微薄了一点点，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那种啊。哦，就这些，